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4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怡芝。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嘉义市社区公共托育工园团供用过期的食材租予囡仔食，市府要依法追究责任。台南一个警察的徛家厝抄到安徽他兵的毒品，台南区警察局家己2期大告连治职务。宜兰苏澳甲日本用那几年推动船只直航，今仔日头一帮船为苏澳出发，要促进观光交通到外交。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嘉义市头一个社区公用托育工园团供用过期的食材租予囡仔食。社会处长去现场稽查，有影发现过期的食品，会照食品卫生管理法甲处分。那负责人虽然已经失职啊，嘛会甲追究责任，无排除劣质无适合的教师。排骨过期几若工搁起来煮汤，马铃薯同款放买1礼拜才煮，这竟然是要予无到3岁囡仔食的，互离职的护理师看袂落去，写伫网络顶悬。离职的员工出来爆料，才揭露这件事，那市政府也才开罚。所以我觉得未来市政府应该要好好的通盘的检讨反省。拍开冰箱肉麸有效期限是去年11月，茶仔装的面到今年2月，全拢过期超过4个月。社会处甲卫生局初二来稽查，发现过期食品顶9项违规事项。负责人梁主任虽然讲是无适宜将老师甲囡仔的食材揽做伙，但市府会以违反医校款法追究责任。良性主任呢，我们也会依据这个违反儿少权法来进行究责。对于整个案件呢，市府的态度呢是绝对零容忍。嘉义市第一间社区公共托育中心出现食安的问题，新办的希望种子协会嘛赶紧回信咧，表示会改善，将冰箱食材一个一个打有效期限提醒。这些食材，我们完全没有让孩子食用。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家园里面员工他们如果在园内如果自己要煮饭的一些食材，改善就好了。伫公共托育中心真少的嘉义市发生食安的问题，互家长真无奈，但嘛但会使期待厂商改善。社会处表示会追究相关责任，并考虑将良性主任来做无试任的老师。记者陈环宇、柯正俊嘉义报道。新北土城顶个月底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挂智能手表行伫路里，手表煞家己烧起来，害一个查甫囡仔正手烧烫伤，皮肤烂去，可能得爱动手术补皮。那电子产品的专家认为，可能是手表的电池过样才会烧起来。伫休热期间，有真侪青少年伫咧市府展运站，看到真侪人手内拢有挂智能手表，伫即马所传出爆炸意外，正手烧烫伤。代志发生伫咧新北市土城区顶个月3站，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要去补习班，行到半路，挂伫咧手的表啊，突然间家己烧起来。医生评估了讲，恐惊爱食皮。不会怕这个，感觉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爸妈跟同学都在用，所以我就跟着买了。看到朋友有在用，然后还蛮推荐的，我就想说也一起试用看看，方便测量自己的运动数据。因关键字搜寻，智能手表啊，型正多，贵的上万块，俗的几千块就当买到。就惊讲产品有好有歹，万一出意外会造成烧烫伤。新北市消防局提醒讲，若发生意外，有几步家己先救，会当降低伤害。一定要进行冲、脱、泡、盖、送，降低皮肤的热度，减少肿胀。万一身上不小心着火时，切记停、躺、滚。便宜有更便宜，贵有更贵的，那也没有说你真的是买几万块的手表它就不会有问题。买有大厂牌为主，那合法销售产品，那第一个是品质相对比较有保障，然后你真的出事的时候，你要找人求偿也比较有这样子有人可以找啦。智能手表啊会家己烧起来，专家认为问题可能是出伫咧电池。所以，伫咧使用时阵，爱尽量避免温度伤悬，还有湿的环境，充电也唔通充伤久，更伤久无经也无好。爱特别注意，唔通发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2024年的总统大选，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讲伊支持合宪法的9日共识，反对一国两制。外界认为伊安尼讲是要食拿赢基本票。安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大家拢关心讲伊敢会独立出来家己选总统。郭台铭今仔日是去到屏东，和议长周典伦共台，伊嘛讲到中国禁止台湾水产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可以把今天所有的感动。在台顶小亮致意，前总统马英九初二参加造势大会，甲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相听。侯友宜表示，两方交流会伫马英九目前的经验继续向前行。两方律师定调准马。初三暗时接受中共董事长赵少康节目的专访，嘛头一摆针对9日共识做表态。我接受合乎中华民国宪法的9·2共识，我反对一国两制的9·2共识，我也坚决反对蔡英文污名化的9·2共识。侯友宜表示，针对两方的关系，为清头起伊的论调就真清楚，支持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9·2共识。反对一国两制的9·2共识，嘛强调讲伊的路线唔捌改变过。我所谓的中华民国宪法的9·2共识，它的内涵就是两岸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9·2共识议题表态，叫外界解读是要稳定南亚基本盘。不过，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一直有动作，除了罗南甲南亚徛台，初时早起嘛去屏东，甲议长周典伦参加石板养殖专业区，讲到中国禁止进口台湾的海产，伊要合作渔民建立对话管道。郭台铭感谢独立参选，受到大家关注。2024总统大选就要到啊，面对分裂安怎整合是南亚真大课题。侯友宜强调讲，有几啊届试要甲郭台铭联络，了后嘛尽上大诚意，互郭台铭感受会到。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侯友宜表态接受9日共识，行政院副议长郑文灿就批评侯友宜为着要选总统，涉嫌台湾的民意行颠倒平。那副总统赖清德透早是接见美国访团，伊强调会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面对中国的威胁，嘛会确保台湾有自我防卫能力。主席。接见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贺恩带领的访问团，副总统赖清德并外交，除了希望加强台美伫经贸等各领域的合作，嘛表态守护印太区域和平稳定的决心。在面对中国的威胁之下，台湾除了做好自我防卫准备，嘛爱寻求合作。因为我们深信战争没有赢家，和平是无价的。但是面对中国的威胁，台湾除了做好准备增强我们国防武力之外，也希望能够跟民主阵营站在一起，共同发挥威慑的力量。赖清德主打延续蔡总统的两岸政策，嘛要提升台美的关系。不过对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改变进前的态度，即马表态接受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9日共识。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就批评讲，侯友宜为着要选总统做出真大改变，9日共识并不是台湾社会主流的民意。侯友宜市长为了选总统，做了很大的改变，他陷入另外一种极端。9·2共识是国共两党在过去历史阶段所形成的政治论述，但是并不是台湾的主流民意。赖清德竞选办公室嘛表示，9日共识早就去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定义做一个中国的原则。侯友宜无要以台湾主流的民意，坚持行转去马时代两岸的路线。选择侯友宜，就是选择前总统马英九，甲台湾锁入去中国。记者综合报道。宜兰苏澳甲日本约纳古尼要推动船只直航，今仔日立法院长游锡坤带团头一帮船为苏澳出发。游锡坤表示，这抓起毋但是考察观光，阁有开放直航甲国会外交三大意义。若在地业者嘛希望直航了后会当带来商机。像小学生要去远足一样。笑讲这桩坐船出航，袂输敢若小学生要出去耍。立法院长游锡坤即叫伫咧送宜兰苏澳到日本乌来国岛船的直航，随时伫苏澳首航。港宜兰县长林志标也个交通部观光局长最近记咧船顶真欢喜甲华顶的民众握手。伊讲这桩有观光大线、直航破冰、甲国会外交三大意义。所以我们今天等于是一种观光踩线之旅，就是说
希望能够促进观光，同时也是直航的破冰之旅。伫咧炮火声中，船慢慢驶离苏澳港。这船苏澳港日本乌兰国岛的船直航，早起9点出发，2点钟就到位。游击军伫咧当地甲日本的国会议员，也有日本方面的代表见面，宜兰的观光业者拢真期待。日本现在本岛的百姓很多人尚未到那国岛，这样是不是因为借由他们要去那国岛，再转而进来台湾，就是我们这次的商机所在？以前要去到与那国岛，要从这边，现在啦，就算现在要飞到琉球，然后再飞到那个石原再飞到与那国，你看绕一圈这么大一圈。乌兰国岛是日本上西边的小岛，是日本的沖縄县，面积29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700人，离台湾差不多111公里。不过，若是要去，就要转机转几路遍，连日本人要去也真无方便。苏澳到乌兰国岛的船直航，是不是让顺利推展开票甲接的船帮，创造观光的商机？台日双方拢真期待。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环保署这礼拜5要开基隆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环评会议，一寡公民团体今仔透早是去行政院头前抗议，因认为环保署想要使暗盘内通过环评。公民团体是希望基隆市长谢国良甲立委蔡适应会当为在地发声。日头正炎，基隆在地几落的团体甲立委一早起就到行政院头前抗议。因为基隆的协和电厂经营改建细节案，将会伫7月初7办第5次初审会议，并且有条件开放旁听。因认为台电目前所提出的四接东沙方案，已经甲过去环评的开发范围无同，台电只敢用旧的资料来推估，并无完备。在东移的地点，该做哪些这个生态的调查？还没有做的，该补做的，也在2次协调会里面有讨论，然后也确定了。守护外婆山行动小组正悲观地认为，初7的全5审结果应该就会是赶伫咧7月底环评委员退会进行强过。环保署若是护航，想要独立国营企业，公民团体将无排除去欢喜过。就如我们预估的那样，在星期5用这种方式强度关山通过，我想我们会比较清楚的，会直接针对这件事情对环保署提告，而且我们提告基本上不是行政诉愿，我们基本上会提告的内容会是图利。环保署回应讲，初7的会议是延续会议，以5月25有登记发言的团体民众，将顺序发表意见，并不是无开放。会议也会公布伫咧线上直播。环保署呼吁民众爱理性表达意见，避免搁再有干扰会议的情形发生，和环评委员有客观审查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出席工商协进会活动发表演讲。张忠谋表示，全球化新定义是未伤害国家安全、各国家现在甲未来科技经济领先的条件之下，引准企业去外国赚钱，嘛互外国的产业服务会当入来。张忠谋讲，全球化带动经济，选嘛互好野产插入济。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早起参加工商协进会活动，而且以重新定义全球化为主题发表演说。伊为全球化的历史，甲对世界好歹做分析，而且表示，全球化虽然互几啊10亿个人民脱离散车，不过嘛带来人甲人、甲国甲国之间无平等的感觉愈来愈严重，互贫富差距扩大。那个时候大的公司 ，IBM 啦、GE 啦，这 CEO 的收入，包括他的薪水红利，大概是基层的40倍。现在专业经理人啊，薪水跟这个 bonus 差不多是400倍。张忠谋认为讲，原本全球化的基础是各市经济较优势分工的合作，不过过去这几年来，世界开始大幅度降低全球化，亲像中国开始对当地企业增加补助，美国嘛进行各种反制措施，和美中的关系竞争的成分较大过合作。中国也受惠，在美国看起来你中国受惠比我多，先不谈战争，先把你杀回去。伊嘛分享台积电去年去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移机的典礼，请美国总统拜登致辞。伊头起先感谢台积电，不过后来伊讲要庆祝制造业回归美国，工会嘛会缀咧转来，互伊是听了真刺激。
在过去几十年，在全球化的这个潮流里头，他们美国失去的钢铁啦、汽车啊那种啊都没有了。Union is coming back 这句话我听了有点刺啊。陈忠谋认为讲，全球化新的定义，都是袂伤害本国国家安全，也有本国科技领先的条件之下，允准本国企业伫外国趁钱，嘛允准外国的产品甲服务进入本国。不过，安尼敢也算是全球化，嘛引起大家思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军今仔早起伫屏东的救病基地进行成功操演，机场有双联阵的刺针飞弹甲飞弹车的实弹射击训练。在复仇者飞弹系统它的飞弹塔是安装在这个悍马车上面，所以它的机动性是比双联装来的强。双联装系统呢因为它的这个装备比较小。所以呢，它的掩蔽的效果会比复仇者飞弹车来得好。对空接战是时间是非常急促的那我们这一次在做射手训练的时候，我们是要求这个靶弹发射后7到12秒它就要能完成追瞄、锁定以及发射飞弹的一个动作。靶弹发射。拖是刺针甲标枪飞弹，拢是国军早就有的军备。乌克兰爆发战争以来，嘛利用这寡军备对抗罗西亚，对咱国军来讲是有真悬的残酷价值。中国常常以军机、军舰侵扰咱大海，国军这几天嘛继续加强国军的训练力头，防范中国的军事威胁。那国军昨开始嘛伫屏东的嘉鹿塘海堡进行天马操演，做拖式分段的实弹训练，做回来看卖。国军也伫专线标准是发射开关，拖射飞弹将准击到海上的目标，强大火力发出震撼音波声。日本第4作战区立兵海军陆战队反装甲电部队初3下昼伫屏东这片年度性实弹射击天马操演。悍马车在拖射2A 飞弹部署伫红色海堡阵地，发射了后，官兵透过发射架的攻下标准区继续追踪，故意倒线修正，才会当伫最后一刻击到海面动态目标，考验射手的功力，也安尼毋是100%击到。半自动导引可以借由射手的修正来针对这个目标来实施立即的一个这个弹道改变。我们可以快速的移动我的这个车辆，那占领阵地之后，来快速做接底的这个动作。我第一次射击很震撼，对，因为有打中。其实这摆的射手拢是头一摆参演，一直讲经验真可贵。那拖射2A 也属于古弹后，明年咱国向比高买的1240粒的新型拖射2B 的教会，采用更加先进的无线导引，射程也增高到4500公尺，有计强化5军战力。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当下喙癌解禁，新冠肺炎降级，大众的生活是豆豆恢复正常。不过，医师发现讲，这2个月新冠快筛阳性来看诊的人煞是有增加。有当阵一天的病人，有一半拢是快筛阳性患者。而且这阵口罩是旅游的大月，医师是提醒民众防疫袂使放零。看诊民众比例大概是基本上到1半以上，其实都有。那这样的高比例，其实对我们感染科医师来讲非常有感。虽讲新冠疫情解封，但是病毒一直拢伫咧。第一线的感染科医师发现，需要住院的重症新冠患者，这2个月是一直咧增加，9成以上拢是高龄，也是慢性病患者，但是其中也有30岁少年人重症的案例。在家里就想说休息就可以缓解了，所以他就没有就医。那被家人发现的时候，他其实意识已经不太清楚了，所以送医之后发现他已经双侧肺炎、呼吸衰竭，所以后来也用上了叶克膜。临床上其实2个多月的日子，他是很辛苦的。另外，疫情解封后热开始是民众出国旅游的大月。面对新冠变种病毒，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建议，民众出门要是要做好基本的防疫措施。既然有变异株，所以它还是可能会有免疫逃脱一些现象，所以也有可能还是会感染到。是口罩跟洗手嘛，那这些现在应该是还不能轻易的说就不要了。
医师表示，就算疫情解封，但是若发现家己有类似症头，就要赶紧做快筛。若快筛阳性，阁是高风险族群，就要把握黄金前5天，用早起互医生看，食抗病毒的药物。医学会也伫8医附医举办展览，互民众医师对新冠的认识甲提防。记者郭曾俊佑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以色列初三对约旦河西岸城市发动20天来上大规模的攻击，造成巴勒斯坦上无8人死亡。巴勒斯坦是宣布讲要暂停甲以色列往来。以色列900名士兵伫约旦河西岸城市哲宁，还有附近一个难民营的街仔路发动庆典，天顶还有无人机。哲宁市上大难民营内面，由巴勒斯坦一个武装派系组成的哲宁敢死队也进行反击。يعني كأن احنا بحرب عالمية ثالثة أخرى مش الأولى الثالثة أخرى. 巴勒斯坦希望国际社会提供经济保护，制裁以色列，并且谴责这种恐怖主义侵略。وقف جميع الاتصالات واللقاءات مع الجانب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استمرار في وقف التنسيق الأمني في ظل عدم الالتزام الإسرائيلي بتفاهمات العقبة وشرم الشيخ. تعلن القيادة أن هذه التفاهمات لم يعد لها جدوى ولم تعد قائمة. 在过去1年，以色列军方常常突击包括哲宁在内的西岸城市，巴勒斯坦人也对以色列人发动地面攻击。以色列屯垦者也定在巴勒斯坦村庄有暴力行为。 בחודשים האחרונים ג'נין הפכה לעיר מקלט הטרור. כוחותינו נכנסו לג'נין לקני המחבלים. הם מחסלים מחבלים, הם עוצרים מבוקשים, הם הורסים מפקדות. אנחנו נמשיך בפעולה הזאת ככל הנדרש. 一直到顶5月2日，伫哲宁附近拍死3位武装分子进前，以色列军方自2006年以来，将巴伫咧西岸用无人机攻击。军方发言人讲，暴力规模愈来愈大，地面部队增加，代表可能会继续用这种战术。美国华府甲阿拉伯世界拢注意到，哲宁的难民营是最近西岸暴力升级的核心。以巴双方停了要到10年的政治协商，到即马拢无进展。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 来看美国电影《Barbie》本地2日要伫越南放送，即马煞传讲要取消。根据越南媒体报道，是因为电影内底出现一张南海主权的地图，而且是中国话9大线版本。越南政府认为这画面已经达到红线，所以就禁止电影放送。Hey Barbie。 马格罗比甲雷恩·葛斯林主演的真人版《芭比》，由真会晓说明女性基地好莱坞新锐女导演格丽塔·杰回所导演甲编剧引起未少的话题。I'm coming with you. OK。电影描写芭比甲肯尼离开粉红的世界，同齐到真实世界探险。原本互看做是休乐期间票房的电影片，不过电影出现中国主张南海9大线主权的地图，踏着越南政府的红线。 根据越南媒体报道，越南国家电影审查委员会决定禁演芭比。那电影发行商官网也看不到芭比的电影海报。中国主张南海有形9大线主权，搁伫2009年正式宣布有这个海峡开采权，引起菲律宾、越南等4个为国家抗议。海牙中式仲裁法院伫2016年裁定中国的9大线主张无法律依据，也不过中国拒绝接受。 2019年动画片《坏坏萌雪坏》和越南影迷列出片中有9大线的画面，引起不满。放映10天就互摕落来。2022年的《秘境探险》也有同款的造句。另外，包括国务卿女士甲上秋国在内的影集是删掉争议的南海主权画面甲剧集。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二战期间，西方的东盟国家伫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对抗德国解放巴黎。那法国上尾一个捌参加这场行动的队员，伫初3过身，才到100岁。这个队员经历过真侪战争，在生的时是一直选择反战，倡议和平。这个画面只会当变作怀念参与过诺曼底登陆的突击队员列昂高提耶。 顶个月初啦，才甲法国总统马克宏同齐出席诺曼底登陆79周年纪念活动。迄当时2个人还佫轻松咧讲话。高铁的初3已经伫空袭一间病院过身，马克宏伫推特大文表示民众被记忆的贡献。
C'est la plus mauvaise chose qu'on peut voir, c'est une guerre. Parce qu'on tue les gens en face, ils n'ont jamais rien fait. Les autres ont une famille, des enfants, et tout ça pour arriver à quoi? 高铁在诺曼底登陆行动进前，也捌走过刚果叙利亚甲黎巴嫩的战场，也因为伊经过伤济战争，战后以自身的经过，一直选择反战，加做和平倡议战术。Je pense que ça conservait la paix, car la guerre c'est la misère. Et vous faites des veuves, des orphelins, il y a tout, c'est la misère la guerre. J'ai peut-être tué un gars, j'ai peut-être fait des orphelins, j'ai peut-être fait une veuve, j'ai fait peut-être faire pleurer une mère, j'en sais rien. J'ai pas voulu faire ça. 1944年6月7日展开的诺曼底登陆是人类史上上大规模的秋滩登陆战。一天内15万美军士兵渡过英吉利海峡了后，登陆法国海岸，开始为纳粹德国手中收复西欧。高铁就是这个行动的法国机会突击队177名成员之一。迄年21岁，迄当时只有20人活落来，高铁就是其中之一。公司新闻黄伟廉编译。国际拢在加强各项电子产业的半导体，佮 AI 研发。欧盟嘛，甲日本签约要加强半导体合作。那欧洲议会顶个月才拄通过人工智慧法，要管控 AI。不过，即马有上百位欧洲企业的主管是发表公开批评讲无应该爱严格控制 AI 发展。欧盟甲日本针对海南甲通信准性签署 MOU， 欧盟执委布列东出访日本。除了甲官方的代表见面，嘛拜访科技大厂，将方为强化半导体、通信甲 AI 等等技术交流。Notably METI, on how we can organize our digital space, including AI, based on our shared value. 布列东甲日本数位大臣、总部大臣等等的官员召开欧日数位动化委员会议，探讨半导体研发、供应链韧性、科技投资环境，也有 AI 监管等等的议題。雙方嘛針對形成式 AI 的發展，甲基礎模型進行交流，為全球形成式 AI 發展來做出貢獻。オープンで安全、革新的かつ強靭な通信インフラの重要性、ビヨンド 5G、AI、半導体に関する戦略的協力、サイバーセキュリティ。We are working on crucial areas. From semiconductors to high-performance computing, AI, and everything related to digital will definitely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our economies and our citizens. 歐洲議會會喺6月份通過 AI 法案了後，加做全球 AI 監管的領先者。不過最近包括西門子、海尼根、德國銀行等等百外的歐洲企業的主管發表公開批。因為這項立法的草案會危害歐洲的競爭力甲科技主權，有增強語言模型的國家會有決定性的競爭優勢。批評甲形成式 AI 嚴格立管是官僚主義的行為。不過針對這點，歐盟也未做出回應。也若國際上對 AI 的探討，嘛延伸到國防安全的領域。聯合國安理會會喺7月中舉辦 AI 對國際和平、甲武器控制等等安全潛在風險的相關會議，將做歷史上的頭一個。記者綜合報道。鏡頭轉來到國內，台南警方追查毒品案，鎖定一個警察的徛家厝，抄到安非他命的毒品。雖然這個警察講是因為破病才會食毒止痛，不過台南市警察局認為這個警察已經破壞警察的名聲，決定甲記2期大過，免除職務。派出所內底員警攏正常上班，對當時違法的代誌攏無要回應。不過涉嫌吸毒的警察原本的名牌已經予人提掉。台南市警局也隨改記2大個免職。經檢察官無保撤回，無緣影響警域情節嚴重，本分局立即召開考績會，予以一次記2大過免職。台南市6分局最近偵辦毒品案，發現3分局姓吳的警察有嫌疑。經過檢方指揮偵辦，前3年姓吳警察的徛家查到0.62公克的毒品甲吸毒藥品。不過伊被講是自律神經失調才會吸毒止痛。3分局表示，這個警察已經做28年，過去捌做刑事小隊長。年初時開始定定講破病要請假，平常時佫表現不好，早就直接3分局教育輔導甲態度對象。平日工作表現不佳，112年遭記過2次，曠職2日，並早已列為本分局教育輔導以及汰除的對象。台南市警局追究相關人員監督責任，3分局長嘛自請處分。若警務相關人員平常時敢有在錄檢，警方認為無法律的依據，所以無這個證據。
记者综合报道。艺人严亚伦涉嫌伫网庆摇录未成年的时，甲人交往偷录性爱影片。士林地检署昨通知严亚伦到案说明。若昨暝开侦查庭了后，严亚伦是5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初三暗9点半，艺人严亚伦伫士林地检署接受复审了，以50万交保。伊行出地检署时阵讲，会配合司法调查。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全力的配合这个司法的调查啦。是，那有一些事情呢，我也会努力的捍卫我自己的清白。严亚伦是8月早起由律师陪同到妇幼队接受讯问，警方侦讯2点钟了，家己带去的工作室搜索，下昼搁再搜查伊士林2个大所在，查扣伊的电脑、手机加云端下载大量影音资料。警方强调，专案是由检察官指挥侦办。制作笔录也是为了要了解被害人报案时阵所讲的犯罪事情。我们针对那个被害人他所供称的一些那个加害人的一些犯罪事证，我们来进行后续的了解。那至于说那个罪名的部分这个我们请示检察官之后，我们才能够确认来做后续的移送。这件案件是严亚伦伫咧网红要乐16岁时阵，甲伊交往，涉嫌违反对方的意愿发生性行为，也涉嫌伫咧对方拒绝了有关翕私密影像，并且做做影片外流。要乐已经伫咧6月底报案，专案已经正在司法庭诉。士林地检署伫咧8月暗开侦查庭了，以严亚伦涉嫌违反儿童加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有令新台币50万交保，限制出境出海。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中兴大学最近出现车皮盗丁，互民众甲学生拢真惊吓。学校表示有连续接到通报，会确认车皮盗丁活动范围了后，请农业局来抓。台中市农业局表示，为2018年开始，全市逐年发现30到50只，去年伫中兴大学就抓到4只。这只车道丁当尾溜拖咧，就伫咧湖边咧拍日。台中有民众讲，伫中兴大学内底中兴湖看到车道丁伫遐咧扫，实际来到现场，无民众讲有看到车道丁。这个角度看，就在那个树枝的两边。哦，它伪装在那里。底下。都在那一带，然后跑到树上去，你追它就跑上去了。未少来遮运动的民众讲，毋若定定看到，有时啊，佫会一摆看到几啊只，除了会烦恼车道顶去攻击人，嘛惊讲外来种已经拖入来市区学校，对生态会佫愈害。对于学生来说，可能是一种不确定的威胁，对，然后对生态也是非常不好的影响。对啊，我是觉得那个台湾生态会受影响，整个以后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校方表示，最近热天确实有接到真侪通报，嘛有派人去确定范围，会阁通报农业局来抓。因农业局是讲，对2018年开始，就咧办理调查猎捕的计划，当年拢会发现30-50只。对车道顶的喙甲骹脚来看，多数应该拢是人无爱饲，乱甲放杀的。前往协助捕捉。那在去年111年，我们总共捕捉了4只。农业局研判，目前伫台中市也无发现到稳定的野瓜族群，而且真少有主动攻击人案例。民众若有看到，会当紧卡1999通报，市教会评估，看是要补助地方团体，也是发包来抓，防止车道顶愈拖愈快。记者综合报道。云林西里大桥南边的爆花，这几天有民众发现路边红头倒未少无碍家具、装潢建材、甲玻璃等等的废弃物。因为附近无监视器，目前阁咧追查来源。按环保局表示，若查到会罚1000到6000块。废弃的旧家区，也阁有一寡装潢废材甲玻璃，就安尼互人徛伫个西里大桥南边的爆花边。附近的民众表示，爆花的道路平常时有真侪人来遮运动，直接甲旧家区甲玻璃乌白徛伫个爆花，实在真无公德心。我觉得这个是太没有公德心啊，而且那个这种地方，我觉得不太好。对，我们西螺镇这个有关这个大型家具的清运，我们是完全免费的。只要你来登记的话，我们会依这个登记的
时间再去清运。沙里镇清洁队表示，镇内的大型居家区回收，只要民众向公所登记，清洁队就会安排时间来做免费的回收。针对爆化边的道路，因为所在较偏僻，是第4河川局的管区，目前敢会当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加强处理。那依废弃物清理法的一个规定是罚1200到6000，那如果是累犯的话，就会加倍从1200、2400到3600、4800到6000。有民众表示，因为这条爆化路沿路无啥监视器，才会予人甲废弃物再来遮等。针对这个问题，西里镇公所表示，会发公文予第4河川局，建议加设监视器，而且加强处理，避免黑白等废弃物的事件再度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大学入学分科测验7月12、13举办。大考中心统计，拢总有42000多人报名，比去年加13000人。如果今年会加竞争，分数若较低，就无啥可能会考到排名较悬的学校。分科测验时间要晚了，师大附中有开放几间教室提供予拄毕业的高三学生来读册。像这位姓周的同学，因为大学学科能力测验自然考不好势，所以就直接放弃个人申请。数甲，然后物理还有化学，我就考这3科。然后就是看看能不能上顶大的电机和资工。也那这位姓李的同学是早就决定要变分科测验，虽然个人申请伫咧第1阶段已经通过台大化工和成大电机，但是伊也是决定要放弃第2阶段的进去。因为我是受到我陈同学的激励，我这个陈同学他考上了台大电机，所以我也想要跟他同班。经过大考中心的统计，今年报名的人数有42252人，比去年的29086人增加13166人。台湾高中老师讲，去年总分发名额要4万个，却干那29500人来报名考试。有部分的学生嘛，因为安尼考调排名较悬的进关，考得很差。讲说也没有第2条路可以走，就是考分科。那谁料得到，他分科跑到清大去？会吐血，但是这就讲回来说，今年会不会像去年这样？我觉得就不会了，因为人数实在是多了啦。多的话，就是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像去年一样，缺了那么多，然后我就可以占很多便宜。有考生就讲，早就有料想到今年分科测验的人数会恢复正常，无像去年阁有欠名额的红利，会当做的都是继续认真打拼，靠实力考到理想的学系。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的社会主体大量新城，3冬前交厝了后，便若上大雨就会漏水，流浪袂行介危险。祝福今仔日举办记者会，希望台北市政府重视居民的权益，彻底改善漏水的情形。若是落大雨，5楼锁顶的窗仔门径，雨水拢会渗入来，规个涂骹也拢沾水。伫咧楼梯间，水也是擦擦地，情形真严重。由大量市场改建的大量新城。3年前交厝了，那每遇到落大雨就会严重漏水。它问题不止1项、2项、3项，甚至林林总总列出了100多项都有可能，但是都没有人监督以后这些缺失的改正计划。他们只是随便列个表，然后就这样改善完。虽然说经过这次事情，能够把我们大龙新城这个电梯漏水的问题，那跟这个公部门大家协调一下。大雨甲市员批评。漏水造成电梯拢无法度使用，看到公安危机。虽然瓜市长时期，政府市长黄珊珊捌来遮看过，讲会改善漏水的情形，不过已经过3年啊，情形也是同款。大家原因都已经理清了，那这部分我们预计1个礼拜内让这整个的这个改善方案跟现场的一个改善措施能够在1个礼拜内，我们然后把它改善完成。就现在来个急雨就变成这样，台风来了还得了？对漏水可能造成的公安危机，大伙希望新上任的蒋万安市长会当重视居民的权益，彻底改善这种情形，唔通无顾人命，和大伙无法度安心大。记者综合报道。连接花莲市甲台11线的花莲大桥启用到达超过50冬。2018年因为大地震，桥走围起需要重启，不过因为经费无够，流标真侪届啊。行政院即阵就甲预算有关到24亿，总算是顺利发包开始动工。2026年就会当完工。
1968年就兴建的花莲大桥是花莲北区专门连接台十一线海边的围桥梁，因为路面下，伫2002年改建二大桥梁了后，采东西向单线通行，所以2018年0206大地震了后，两大桥拢向南偏线，行车安全都受到考验。这一座桥，无论是河川治理线，或者是我们整个防洪断面，要再进行修正调整。还有面临到地震造成的原因，让我们希望把花莲大桥来更新。为着争取花莲大桥重建，行政院原本预算编列大约在7亿，不过期间经过2年13摆流标，最后预算增加到约24亿，总算顺利发布。初三举行动土典礼。包括这一个河川治理计划重新的发布，让我们的桥梁梁底要提高，桥梁的长度也要再拉长。那另外在107年的地震，桥梁也受了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这一次重新做一个改建。公路总局强调，花莲大桥位伫岭顶断层地质敏感区，因为河川地理线变化，桥梁长度甲宽度拢不足，爱采用更小型梁桥来施工。那最尾是国家湿地建设时，爱兼顾生态保育，工程有计2026年完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真烧热，较袂到35度。不过台中雾峰古井社区有公车牌煞无位通坐，有真侪老大人都家己穿椅仔来等车，实在无方便。市府讲会变预算，看款起定啊。台中雾峰第63线快速道路桥骹有一位公车站牌，因为无等车停，也无位通坐，中辈来等车无法度徛久，当地民众规气就家己搬椅仔来，中古的茶椅啊、甲凹贴椅就放伫咧站牌下骹。虽然代表社区真有人情味，但是也实属无奈。啊，就变做啦，顶甲太高烂路安尼，遐一只无整齐啦。啊，若弄一个候车亭就较整齐较好。较无啦，较舒适，对等车嘛较好。长辈啊，就自己拿这些椅子过来这边，啊，在这边，就是等候车子啦，或是聊天这样啦，也不雅观啦，就等于是好像躲在这边，然后这些桌椅啊，都是那些旧的那些啊，很简陋这样子啦。台中市现有6892位公车站牌，但是敢若有977位设有等车停，建筑率是14%。伫咧高龄化搁较深的雾峰区，更加只有23座等车停，加上原本公车班次就少，对时大坐公车真无优先。市府是表示，设置站牌所在主要是受限于私有地处理困难、空间不足等原因，真歹规划整体。我们设置候车亭啊，至少要留设1.5米的人行步道，正向式跟反向式，那个就是要考量你人行道还有目前的设置的地点有没有涉及私有地的部分。交通局强调，为了增加民众使用大众运输的意愿，未来会观察当地使用需求甲情形，而且逐年来编预算，持续评估甲设置相关等车的设施。记者台中报道。屏东在地食材煮过虾仔甲咖啡笋。唔那会当炒来食，摕来做法国料理嘛真适合。屏东县府举办煮食的课程，邀请法国菜厨子甲社区居民安怎用在地鱼肉甲菜色，做出有屏东味的法国料理。然后这是我们屏东平安农场的那个绿竹笋。哦，绿竹笋。对。哇，现在等用社区居民种的笋啊、往来结合温纳河的虾啊，佮南瓜胡椒拌拌的，就变做一道真有特色的法国菜头盘。导致干天才讲，要做手路菜，无一定要爱山珍海味。像凤梨啊、芒果啊，然后有一些香辛料，还有我们的那个泰国虾，不管是做在地的料理，或者是做西式的料理，其实都非常的好。其实食材只要食材好，其实都可以做出美味的料理。屏东县政府为今年7月到9月推出饭道享宴的活动，邀请法国菜的导致干天才开设煮食的体验课程，让社区学员知影原来在地生产的鱼肉甲菜色，只要小可加工一下，也通做出奇卡有屏东特色的法国料理。那今天来这边的老师教的料理方式，是结合我们在地屏东县所有的食材融入在一起的时候，做一道料理。这个方式让我觉得
得很积极。兴隆社区的石斑，还有赤山社区的凤梨，还有我们爱寮的黄金、里养潮错的泰国虾，还有很多在地的农在社区的好物，让我们透过法式料理的专家，变成一道一道非常美味可口又时尚的法式料理。对产地到饭桌，小可变化煮食的方式甲烹料，都有创意菜色，互大家食饱搁食卡。这三道有屏东特色的法国料理，黄金好旺一般五，变做在地农渔产的代言人。记者综合报道。台南的总艺艺文中心邀请南韩的艺术家李文淑驻川，伊用七彩的荧光线材做出大型的装置艺术，希望透过作品分享伊伫台南的体验过程。传达人甲人之间温暖的情感。甲发光的线材引电做伙，甲伫无共的材质顶悬，设计出一个搁一个相当目的装置艺术。台南的总艺艺文中心，当2档搁再邀请外国的艺术家来办展览。即届来参加的是南韩的艺术家余文术，伊伫满岛待2个月，体验在地文化，甲伊所看到、听到的故事变做作品，办展览分享给民众。因为疫情，然后睽违了2年。那今年呢，首次接待南韩的艺术家李恩淑特别来台湾驻村。那他的作品呢，主要是以荧光的线材，然后还有亚克力呢跟紫光的照射去做创作。270岁的艺术家余文术，本来是以传统车术的方式来创作，不过30年前发生一件火烧事故。伊靠医疗的帮助，家己意志行过人生的关卡。所以用发光的线材、灯火的变化技术创作，甲意外当作灵感，透过艺术传达人甲人之间温暖的情感。这2年呢，我们台南空山祭有一些光节的举办，所以他这次呢来台湾的做这个荧光的创作装置艺术呢，就还蛮被讨论，也蛮被肯定的。余文术到伫台南2个月。毋但学到满大风景介水，佮较透早来展览园区运动的民众真做朋友。伊讲台南互伊经济力量，通继续创作。总艺艺文中心表示，这个驻村新歌展会一直办到8月27，欢迎民众来欣赏，看艺术家安怎用线材来讲伊甲台南的故事。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去年台北市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2成，台北已经是超高龄社会。若网家的急照中心嘛引进新的 AI 运动系统，会当用 AI 智慧监测技术，设计出适合时代做的运动。对着荧幕的指示打新的器材，老大人算这款新的 AI 游戏是算甲真欢喜。另外，也有新的脚踏车会使使用，因表示这会使提高因的灵活度。台北网家的照中心引进新的运动系统，让老大人伫这款小大的天气唔免去外口，就通伫室内做无同的运动。我觉得对老人家的那个智力方面，可以提升，然后灵活度各方面。我觉得蛮好玩的。再来训练你的体力，到训练你的反应，更难办啊！你若分数较悬，表示讲你较健康啦，安尼。定定算这个吼，对身体真好。因为有这个设施吼，这设备真好，有冷气吼，吹啊真舒适啊。去年台北市老大人的人口数就超过20%，已经是超高龄社会。其中网家家己住的中者是全台北市上悬，大雅甲照顾中心的面积为原本的367平提悬到427平，而且增加 AI 互动运动区。但是现在这是加强了运用我们市有的余裕空间哦，就这本来是财政局的一个动产直接租的场地，把它改善成是这个 AI 赋能运动的设施，所以包括说长辈的身体健康、运动的这个状况都会追踪记录，而且未来会加以如果需要调整的话，也会给他们计划。李教中心表示，因的服务范围是真宽，有专门给失智中者的课程，也有中青大学、老人福利中心，给有需要的老大人有侪选择。记者柯家选谢桂林台北报道。为着要推动社会志愿服务，有民间企业的青少年基金会连续23档举办青年志工的表扬。在疫情期间，有员收到全台湾约2000件的志愿服务事迹。林可欣今年16岁，真介跳舞嘛兼做 model。英国因为去互共人欺负，所以选择伫咧厝内自我学习。拄着困难，伊毋但无放弃。
等到利用自媒体，甲其他有同款困扰的青少年，甲因斗相共。就是当我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还有其实社会上很多人都有跟我相关的经历，或是当时正在经历跟我相同的事情，就让我想到，我既然自己有经营自媒体，我其实是有这个力量、跟声音、跟管道去发声。为了鼓励青少年参加志愿服务，有民间企业的青少年基金会，每一年拢会选出青年志工精英来进行表扬。也那团体奖的部分，是由一年北一女的学生，因组的 Unplustified 青少年气塑联盟嘛引起关注。因提倡使用环保袋仔来取代塑胶袋仔，而且为校内推广到校园附近的店头。这项计划为2021年推动到今，嘛成功减少使用2万外的塑胶袋仔。校内学生订外送的风气真的比较兴盛，但是经过我们就是努力不懈的去推广，有蛮多同学在订外送的时候已经会就是主动会去跟旁边的人说，那我们就去使用有合作的店家，这样就可以用我们的黑色环保袋盛装，就不会再用到更多塑胶袋。主办单位表示，这个青少年志工精英活动已经举办23年，希望透过奖励，鼓励更较侪青少年投入志愿服务的行动。发挥自我的力量，为社会带来正向的改变。记者林学凯台北报道。国内敢需要推动大麻合法的？法务部是强调反毒的立场，因认为大麻有毒性，那这条例对人体危害是真大，尤其是少年人，条例几率是更较悬。有民间团体就呼吁政府要有因应的措施，保护青少年莫接触到毒品。刑事局伫这个月初3才宣布，甲美国联手破获7200公斤大麻走私，是史上上大件大麻走私记录。大麻已经伫部分国家合法化，像观光胜地曼谷，夜店都会当真简单处理。台湾也有不少团体倡议大麻除罪，目前伫网络上甚至有非法管道会当处理。年轻人低估了大麻的风险，这已经在2-3年前，联合国都已经示警这一件事情。民间团体真烦恼，认为纵观研究资料，青少年若接触大麻，会影响情绪、认知，危害身体健康，甚至会掉掉，增加复合型犯罪风险。也不过目前倡议团体透过社群网络，甚至实体定情活动积极游说，影响少年族群对大麻认知。实证研究已经带来的负面，其实比你喝酒都还要来得大。它最主要的就是脑伤的这个问题。它适不适合开放？它不是只有成瘾性一个指标啊，它有流行性，就是滥用性，那还有它的社会危害性。咱国将大麻列为第2级毒品，法务部佮表示，经过精神医学、药理、毒理学者等专家共同审议，认定大麻属于中枢神经酶犯罪。放假作用造成知觉异常，更加是造成公共危险发生的原因之一。无论是买还是用大麻，拢有刑责，提醒民众唔通因身试法。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英国伦敦的冬季大游行，7月初起过，这届有超过600个团体，35000人参加游行，拢总有8万的民众来到闹热，因做伙行上街头，庆祝性别平权甲多元社会价值。7月初这天，伦敦市区变做一场公欢派对。第51届伦敦冬季游行为海德公园出发，南过市中心，一路行向终点站西敏寺。游行队伍组成多元，今年由乌克兰冬季团体拍头阵，伫英国的香港人团体也行伫头前。所来由慈善组织、是好同盟、影视文化到商业赞助等等的队伍拢出列，丰富的阵容彰显冬季群体伫英国社会内的活动甲积极，甚至成做文化主流之一。What message would you like to convey today? Just that pride is for everybody, and I'm from Iran originally, where it's illegal to be gay, and I'm marching for all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can't. I was hiding my sexuality like from around a long time, and after coming to the UK, I'm expressing myself. I'm going out with my partner, those kind of things. So yeah, that's the key things that I'm enjoying my time in the UK. 要么过民主社会未只有一种声音，游行路线犹原看到蓝山的反对主张，队伍中的同志朋友也分享2礼拜前才因为同志身份受到攻击。Lucky I'm here. 2 weeks ago I was on crutches. I got beat up for being gay. Love yourselves. Have a great day.
好加在这场游行带出主流的声音，主办单位估计超过150万的同志甲非同志，客满伦敦街路，用笑甲扑克声支持平权。那家台湾独立旗啊的台湾团体也伫游行队伍，共款得到沿街民众的热烈支持。英国同志游行向世界做上好的典范，身为性少数的人，无过需要为权利来抗争，只需要为因的存在来庆祝。公司新闻洪安峰报道。天气报你知，做来关心下晡各县市的温度资料。北部地区31度到35度。中部地区31度到35度，南部地区31度到35度，东部地区29度到33度，华岛地区29度到32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怡晶，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